但那是洪台甲这回7月2日大水后是造成家己关真侪所在停水又搁失电，真侪厝内嘛受到损害。即马为着要来协助重建，县政府是来设一个洪台捐款的这个专户，到当已经收到500笔以上的捐款，大概是3200万。这月初伫家己县布地订立的丹那市洪台，毋但造成停电停水，对真侪乡镇的产业甲建筑带来严重的损害。7月2日大雨，阁是互真侪所在来饮水，为着要减轻灾民的负担，家己县政府专工开设洪台捐款的专户，要来协助灾民的重建。累计到现在，感谢有500多位的一个善心人士，那捐款是3200万左右哈，但是还期待各界的一个协助。那我们在昨天有召开了委员会哈，那审议了相关的一个用途。家己县成立天然灾害捐款专户管理甲监督委员会，伫会议中决议，除了增加民众车辆帮厝损害的补助，中介收入后，阁有帮厝损害的慰问金。另外，清理饮水土石流的部分，嘛会当提出申请，拢会当向当地乡镇公所来了解。那善款的一个补助申请的话，都是到各乡镇公所。那相关的一个补助项目跟补助规定的话，那我们都用一站式的方式哈，公告在县府的网站哈。那也可以到各乡镇公所到的公所去申请相关的补助。丹那市洪台捐款的户名是家己县社会局天然灾害救济专户，捐款的户头甲捐款的方式，嘛有公布伫县政府甲社会局的网站顶面。家己县社会局表示，希望透过各界的善心，协助家己的灾民渡过难关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